深屈巴士站起步，走羗山道到鳳徑第5段，經鳳徑到舊羗山郊遊徑，再接上路杯到觀音山南崖，上望觀音山。今天我們會到觀音山南崖的最右邊打卡，近期熱門的打卡點。其實10多日前來過這裡，今次唔爬崖，純粹只是來打卡。這裡確實有它的吸引力，不經不覺就玩了3個半鐘。觀音山南崖、石壁水塘、鳳凰山和獅子頭山、觀音石室、進慶後沿路返回馬路，舊羗山郊遊徑、鳳徑接深屈道、山海亭。有朋友建議去鹿湖，未去過就走一趟吧。鹿湖有很多寺院，大多不對外開放，但路過門口也不錯。沿路有很多具歷史價值的物品。有些建築物已荒廢，有些是新的建築物，這都是有人居住的。如果可以來住幾天修煉，似乎很不錯。鹿湖古道，接上馬路到羗山路，在發華苑巴士站散。